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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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来，再一次来。比我们哦，音乐响起来。还有两位哈，来，两个男生独唱歌，你看。再一次来，最后倒数第二次来。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两位，最后一次来。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请问刘老师这样及格吗？考试及格哇，吗？好棒！你们直接越级打怪，台语的都被处嘛，那等一点都被处。这边的寿星郭艾伦，因为伊即阵。